卫福部即马较烦恼的是，就业服务法修法了后，适龄的一寡老大人会请无外籍看护。医界嘛认为讲，应该要有制度排优先顺序，互一寡适龄的时段会当优先来请外籍看护。民间团体是建议，照顾适龄老大人的外籍看护，薪水应该较悬较高，安尼才请有人愿意来做。立法院3读通过80岁以上请外籍看护，无需要巴氏量表评估，也引起部分真正有通过评估，请到外籍看护的家庭，烦恼可能有相整的效应。像讲叶小姐的妈妈倒伫厝的适龄真侪年，虽然有请外籍看护的资格，毋过嘛发现几落届看护才来几工，都无愿意继续照顾，即马制度放零，烦恼更较歹找到人。人之常情，在选择上一定会希望选择好照顾的，所以不论80岁以上的人数有多少，我想还是会有受到影响的。当一个外籍看护面对一个要照顾这么难照顾的病人，而他有另外一个选择，就是可以到健康长辈的家里面，很多的外籍看护一定会动摇，重度的失能家庭产生很大的冲击。家长认为用年纪做免评标准，恐惊是另类的年纪轻视，而且薪资可能会造成23万有请外籍看护的家庭发生抢工人的冲击。有民间团体认为，应该建立制度，互照顾适龄的外籍移工，比照顾较健康的长辈，薪资较悬一寡，才有人爱做。这个给付能力是不是够呢？如果不够，是不是应该要政府来补贴，让他们可以去支付该有的薪资，而不是所有的外籍都处在一个所谓的基本薪资的这个状态。有一个那个优先序，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那个劳力的分配机制哈，因为其实有卧床的家庭是优先需要的。医师表示，像失智症长辈、初期、中期情绪变化较大，甚至可能会有攻击行为。除了家庭成员爱到照顾，也需要看护协助弥补，安尼才会当互相有休困的时间。呼吁相关单位爱建立优先顺序制度，互有需要的长者会当及时得到照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